我是阿叶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也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动，还有我的愛。我是小虎，從這道菜，我係請來食好食的東西。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。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，特別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東西，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，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。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。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，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哋，歡迎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喜出發哩，祝福大家都是。好朋友夾夾來，愛唱一首紅牌，大家共下來大調戲。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講風采。熱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天出發，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忙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當日大家出門，除了雙腳，就會用到交通工具，到大街小巷，大細細嘅車轉來轉去。交通嘅順暢和安全，除了靠試車嘅人，車嘅安全性咪係當重要嘅。今晡日我哋就來認識專門整車嘅行業，佢哋有一個愛好按到無數，來體驗佢哋嘅工作，還個做好食嘅料理，請佢哋食咯。那個安坐，係咪咧？我先檢查一下。哦，冇問題。啊，低頭前後哈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慢慢的哦哈。你好，安坐。我踩這個停一停嘛。第一條車咪落來，可能我長停到前面去。哦，停到這邊。哦，好。我呀哈一隻所在係汽車修理廠。錯，基本哦，喺本人當其他一隻體驗。唔可以聽嘛該啦。因為細個人吼對車吼對當興趣，細蚊人啊看哦，基本因為當實力咯。唔確定，這是某一天哦，我是當槍呢。哦，冇啊，我這邊看啦哈，上工。來，小虎，做事吼，你做事衫先裝起來。我先換衫嘛。係啊，換衫，安尼可以來下啊，裝。好。係哦。用硬衫準備好。可以來下有用嘅安尼啦，係來。拿來衫來拿得，係。哇塞，我照片還像賽車手，有冇？現在就搶啊，有冇？你下迄做得安尼看，迄媒體溫柔開始。溫柔開始哦。係啊。好。那先基本咧，無安尼倆台，我來前面台差嘅部分只可以嚇。好。我本身咧，迄倆景點嘅經理，安尼做咧人學多擺嘅生意啊吼。一方面咧，先主要服務銀行啦。啊，差嘅起救嘅，都會有啲問題啊，要處理。啊，安尼做倆行咧。你請快樂嘅時節吼，都會銀行而查有問題，喺路方調度也係需要你服務嘅時節。你用清潔嘅速度、先安全嘅方式，然後佢處理好以後啊吼，佢當歡喜，去了台查嘅，又做得去做其他事情，做得去了台查去上班去賺錢。你看到銀行嘅當滿意嘅笑容啊，都會你咪會當歡喜。嘉義開心樣先嘛？我先拉起來，哦。
生意高诶，算到我咱讲有的范围，哦，好做些方面就好啊。你爱做得来。哦，哎呀，把落雨嘞，把雨拿地拿热哈。对了啊，你看就第3.2号，那你好， 12号，对，你看就第还好。 12号。那你要我拿来，那那个螺丝，几两毛一两，12号诶，12号诶，慢慢的磨。哎，全部掉了吧？可以。哎，你剥得嚟。好，咁我明白對了。我話只講位把嘢啊，嗯，你咧磨然後拿，你咧磨，对了啊。你然後用拿一秒，然後對，哦，風檔哦，但係你有時間。然後誒，然後看日，呢年同所以拿磨磨唔拿把落去拿嘢木嘢落去，我要壓到，那大概到2公斤。差不多啊。哦，還講出來。哦，行呢哦，係啊，呢個係你，我係你以後你帶下部嘅嘢冇？就是啦。下，那冇用。帶下嘅哦。對。哦。對，係。不是，有都穩啦。是。所以如果要多的腦裡面，是因為多啊。哦，這回收呀。對。你多來多啊。喺邊咩啊？喺邊啊？多啊。一口嘛哦。對，拿我來。冇大上。係啊。乜嘢？係啊，冇乜嘢。我都做生意嘛哈。我反正攞拿到嘢。啊，你可以就在很時間。打標下落，這個好歸零啦。來糖講哈，糖豆上癮就提供奧多拜發的奶，真假假的。那一年，然後有來那一來，然後我們一到來一年，鏘，來有做一行做一叫嘅。 22年啦，你22年啦，我辛苦嘛。唔會啊，錄得啦，真係啊好嗱，按你心，按你心情係挺好嘅。因為奧多拜按倒台按倒種，佢下對唔係爭輕微雜牌嘅，搭種牌佢就要爭。但佢用一啲按那粒螺絲要先下，爭下那粒螺絲嘅，爭掉咗應該要變轉來，先下要樣掉嚟，也就會叫做專業嘅地方。做奧多拜太些事情，然後責任制，唔講審查呀、Q 查呀，即個盡力去做好嚟，然後查嘅站我下班家入下嚟聽書站。小胡，咱介紹一下，你就係捱爸爸，哎呦，老頭家，邊，哎。 啊！你點嘅頭哥我爸爸開始做啦，佢做40人年嘅，啊我自己做20人年，啊你在後台送咧，人爸都是超過40年嘅，哦真嘅啦落嚟要嘅，係啊，爸爸都將嚟帶下仔顧。哦，可以，今日生意冇係嘅，我哋聽，你個帶下仔顧嚇。坐一下啊。有一件可以叫嚟啊。這樣兩件嚇，都兩個28隻都可以攞嚟啊。頭擺我都擺較簡單。 今年較冇安好，一下我都不安心。今年好唔會漲。兩個吼，天羅方面實在對佢對住較困難了。哦，喺地氣方面吼，應該都難多。哦，嗰種講，一下喺晴天嘅話吼，一條新嘅，一條新嘅，後生嘅就唔會漲，就唔敢會漲。對晴天嘅話，對，其實我係要時間係要準備兩個發天。 哦，冇準備做唔得。肉師傅。他就說，頭擺就開始有變漲好多擺。係哦，以前都有做上班啦。送新嘅嗬。他許多半路嘅買菜哈，就要一桶天發，天燈佢就馬上幫我們排除。因為那啲新嘅哈，難免擔唔大，所以講佢一生問題。 你剛才過來時間有一個劉太哥一下那嘢咯，有冇看到佢？都都好。哦。有㗎，有啲錢咯。係這樣嘅見到嘢啦，嗬。我兩樣嘢體驗唔到嘅工作，做得嘛？好啊。做得啦，嗬。哦。今日按用音樂做得體驗到嘛㗎？
目前有迄种前经验的留下来的菜，很多先处理啊。好，系啊。咁用安尼就嚟处理压下要脏的菜。一开始拿到剧本，然后当期待，因为我是茶的要试的，我3生年的，然后完全唔知讲去搞安用的去脏菜，菜一有问题就直接送保养厂。就想讲，假使讲来鸦片来体验，来学到的专业。有常时都在帮出去家面做帮助朋友，给没当好。目前那种的就玩变速箱啊。变速箱哦。这变速箱我快点的呢。哦。佢长期你就按用来学去救的咯。基本上1得3年，1得5年的啦。哦，佢唔是家人家做多年。我做了30-40年了。30年嘞，佢而家还有涨喎。加減啦，都天數啦。主要係你本地的啦。係你本地量嘅，都是處理的。我3年才會出師哦。就這樣是唔好嘅時間咩3年？其實30年咩唔會出師。真人家假誒。因為茶見到變。哦，有創新嘅。係啊。創新嘅形式，像頭擺茶要壽司，用凍入去才會快，也唔是也。壽司標都拖喺地度。用晶片。係啊。可以用用觸動佢就會可以。對。哦，係啊，你咩學咩嚇？而家都停沙飛行咩？係啊，冇去本要淘汰啊。係啊。哦，佢按用長期的按用髒啊。嗱，佢要上時嘅按用嘅要冇個大火啊，熱天啊，要火花嘅，按會危險喎。基本上唔係人要有經驗啦，就是政府唔好教茶就好嘅啊。記住喺學習嘅充電咧。充電。係啊，出家kimchi啊，出家從細就當好教人嘅機械類嘅東西啊。當初生年嘅時候，市場茶咩拆來教啊，他睇到我都拜咩拆來教啊，所以就聽到我師傅就來學蒸茶。以前師傅當嚴嘅，你講一下做一片，唔滿意多佢會負擔，唔滿意天氣多佢咩負擔，天三多佢都踢水都比高來。哦，哎呀，也冇溫用做嚟，冬練嘅啊，你算一上強誒，你說你算幾上位氣嘅咧？係啊，整個壓下去嗎？愛唱一色紅牌，太家恐怕會打掉時。台灣我喺茶呢度本地有溫嘅。哦，我等夾睇下，點樣都掉嘅啦。好啊，我試下。義軍，你家可以做嘛飯？我都係炒啲咩？插啲呢啊？嗰啲咩啊？我要啲呢就要先來剁下來啊。對啊。哦。總共做下來3年多，還不熟悉的時候就會比較怎麼講，怕做錯，一些材料如果壞掉的話，還是有些要自己負責啊，對啊，就壓力會比較大。成就感哦，好比說，我們如果說學引擎一定要學很久，啊，如果真的有一個機會給我去拆，啊，讓我成功裝上的話，就會覺得自己成功了這樣子。溫啲呢嘛？係。溫啲攞拆檔龍船喎。演講會播下來。哦，我播下來，嚟。好。一叫嘅。2來1叫啊，爭來啊。得乜小揾人啊？唔怕啊。唔怕。你按人。一人。係啊。一人爭跳多啲都輸唔上手嘅啊。誒，搭佢我都擺路時咧，最無空樣，因為記得我當來念咯。做久了就對啊。做久就對啊。哦，你係做一把萬象嘅嗬。係啊。冇出得撈唔知嗬，快搏。哦，喺條尾摸下你。
啊，你咪天通的哦。係啊，我博士嘅博士當嘅。係啊。而家幾隻茶拆唔掉咗應該。幾隻茶啊？拆有困難。有困難啊！我而家說明書都係看啊。老師幫住啲嘅。咁而家講叫我呢一家叫志天講叫我問我，一大部分就高速台啊。係，呢下都高速台嘅，冇女呢？全部冇女嘢啊。誒，冇咧。一搏一下啊。係，呢下簡單一半。這兩個人。好。哎，乜法？哎，就好了呀。哎，好嘞。要爆掉嘞。爆一炸。哎，你这样拿出来就好了。游一下。哦。哦。爆，不用听了，不用。哎，就做的，旁边就好了。冇難度，而家拎嚟就下來。哎，拎嚟按你做就下來。嗯。唔會當地人咧。唔怕。恰恰好了。哎，恰恰好了。哎。哦，哎呀。哎。快下快。你係危險嘅。也冇法用做嘅。哎。我講你呢啊。佢算以上強誒，佢都係算佢當威氣嘅咧。係啊。跟住嚟，這邊玩。係，這邊玩。得一下嚟。你成邊房？哦，成邊房啊。係，冇嘅壓力強太。係用手轉器。哦。手轉器就做啲夾嘅。夾。係，嗰成夾佢，這樣做啲玩啊。夾。係。夾，睇下。有。哦，即係攞機哦嚇。係。哦，叫嚴強下啊。冇，這要有空間呐。嗯。我呢下唔得。嗯。佢是做啲爆嘅。嗯。哦，這可以整哦。係，呢啲係俾佢搓搓嘅，我講俾你好房。拿嘛搓？呀，這度嘅。我搓幾件咧？你啲苗都平平啲做咧？一冇平嘅。有的苗是平的。哇，你有天生黑手的料子。啊，用水斧灯压。整个压下去吗？就先踩下去。你用我捧哦。不用了。不用嘛。来，一模不用了哦。好。哎，你就必教都帶唔它。啊，必教都帶。哦，不用睇。書不用睇呀，腳不用睇。腳不用睇。哎，第一單會重啊。哦。把它打開來。哦。有冇人家第一力道不同？哎。有是感在，咱用燙的。哦。當唔出，當唔出。這樣沒會按鈕。我就當皮膚啊，喺到國外嘅朋友啊，當到就係愛切架，會種茶嘅，愛運練嘅啊，一假使講喺到公茶，一喺高速公路包練嘅房呀，喺會茶嘅練嘅，我切架運。幾到台灣，裡面全部當圈。當方便呐，冇帶下天花，拖吊車就來了。嗰時候就唔是做過按用嘅事情。他們可以提洗澡。提洗澡，你知道？那個頭皮就會好了。哦。好，不用看。這是我們的撬棒。輪力內稍微壓開來。撬棒進去。這樣拉。把它挖上來上面。我試試看。可以嗎？吃看，然後一片。來，不是，哎呀，兩片，來，從這邊下去。啊，這個要稍微要讓你補力哦。好，把那個好。還有然後嘛？好，還有輕的。
所以它不一样。OK， 好，弄掉。你太厉害耶！你洗澡。你洗澡。係，掉喺其他就會洗澡。你想洗澡？好，啊，用呢個就拿好了。但是呢，有。這幾台嘅機器，有的會旋機啊，知道，因為有當到個踏板都個下背啊，然後駕駛太唔錯啊，就運作嘅這樣嘅地方就冇共用。看得到黑黑的，啊，不用人去轉，機器可以轉，刷乾淨就點一下。這個夾電啊，用一夾電，係要夾電。I先用啲啊，我邊個合法掉嘅？因為太辣，太辣，係辣噃，係。咁做得掉咧？對對。網店係咩意思？網店係一對啲係風水圖嘅。哦，係。起碼要係，你係不見出來，輕電都掉咧。呀。然後睇呢度啊，佢天氣冇標嘛，好，冇標，這掉咧，誒，冇到，冇按可以有面燈，聽我呢度，聽我呢度，冇標嘛，冇一部機，你按向開啊，係。好嘞，我等海苔，呀，整理倉庫啊，你集中人天啊，你全部要分類，一朵啦，一朵意思就是從我這裡頭還有，就擺桶啊。要看哦，要看哦，要看哦。愛搶一色紅牌，太家強派大條絲。稍微压着哦，好的，好，啊，两批成就下伊嘅，啊，而家就遇到習慣啦，因為我以為按黃點，然後對在氣嘴附近，好，好一樣，好，關鍵呢，關鍵。就出力先傾下伊，出力先傾下伊，傾下邊，那馬上就出力傾。我們可以對雙手這樣子衝，壓住，壓到底，再壓，因為能壓好誒。槓桿原理。哦，槓桿。就這樣頂着，然後頂着不要放哦，然後就踩它。對，壓着。小心一點，好。那就第四個把它放回去，把這一隻放回去。好，這個壓着就可以。我看冇走唔出來啊。哦。它這輪胎還是安全的啦啊。安全的，會出事的，會出事的。我現在你是傾麥還沒有？傾會在打機。哦。然後。現在會稍微會漏下啊，我們這輪胎要稍微抬一下，看這個可以放掉沒關係。好，輪胎稍微抬一下，那個抬到底。好 ，OK， 它這個鼓起來，我們手就可以放掉了。它稍微就這樣扶着，啊，這個扳着，啊，小心哦，你這邊有打開哈，那我們注意一下。好，再來啊，繼續打氣，要把這個打鼓起來。要看哦，要看哦，要看哦。你就踩到底，它就會有聲音。好，那現在我們看一下，指針到，現在到哪裡？指針到40。因為個關火時間夾個氣爆嘅時間，佢就會彈啊，會彈就會有嗰種卜卜卜咁嚇太響嘅個聲，就會嚇到。有見嘛嗬？係。
对多。啊，因为对哦，哎很多哦，没有吃咯。起来咯。哦，脏到了哦，漏了啊，有了。对了。在亚洲4年了，快5年了，不是说很喜欢啦，他就是碰到技术啦，种有一家做条家，可能比某位较好啦。像安用做亚西啊，迄本来兴趣也迄讲，有没有吃爸爸的事？一半一半的。一半一半哦。对啊。跟你的平常吃饭那些什么买？出去外面买吧。对，要不然就是叫便当。哦，全部吃外面的。哦，摸几家住就好。对，因为比较快啊。没阿讲。对啊。哦，像做亚是洗了段时间呢？有时候要，就是都几乎配合客人时间了。哦，做咩本年他等长久。对啊，都是配合客人时间啊。对啊。因为你知道做亚西，挺有成就感的，嘿嘛嘛。就是抓到问题的时候吧。抓到问题的时候。对啊，就是可能别人查不到问题，我们有查到。对啊，可以帮客人车子用好，然后可以开。对啊。都顾客的这样的回馈，你知道，问请感同也还请欢喜也有安样的经验吗？就看他们做什么行业啊，有的会说有种水果的，可能就会拿水果来给我们吃，这样子，对啊，都有啊。你按有账查账了，前天不会变好朋友？对啊，几乎都是会变朋友了。受伤啊，就是在夹东西，然后滑掉，然后往自己这里处理，打到自己的眼睛，就直接去医院了，对啊。因为本身自己也是运输业嘛，他觉得这种黑手的东西哦辛苦啊。我自己有整理的菜园啦，有空也可以群里面大家一起过去啊。哎呀，好嘛。好，谢谢你的。我从来可以数给恁的时间啦，我心肝地都就印回想讲，哇，也真嘅来数很来，我试试啊，给恁的全部比出去嘅，就知道讲做亚西嘅工作嘅人，佢心肝地都，我以為就係講，我鼓勵到講也是茶嘅人嘅安全，然後來做亞雜事。范大哥，加寮檔吼，迄一條你講較專業嘅事啦，一下，哎呀，整理倉庫啊，真嘅都拜託啊，嗰陣就零件全部新嘅嘛，我搭台奧多拜冇搶樣嘛，啊，咁樣嘅整理當提供也標奶，叫做師傅考慮哪家種靠哪貨，因為茶種十分多啊，吼，你雜種人牽啊，吼，你全部要分類，你冇來本的話，吼，都是拿摻東西，乜摻得多，好麻煩，按到貨吼，錯，冇都以為東西呢，唔係變到奶，要拿開個主文，變到帶料，啊，你看到嘅兩片係你嘅後視鏡，巴古尼亞，錯，哎呀，背後背，啟動馬達，是魯莫達吼，啊，你後背咧變種皮帶嘅嗰條。哦，皮帶啊，還有個傳動系統嘅嗰條東西，還有個天竺嘅，一道啦，種太陽嘅咱本了解下。一道意思就全部整理好係哦，唔怕基本啲，你都處理姜嘅白古尼亞部分都。你看下邊檔個吼，要按到呢好麻啦，樣我來看下。後視鏡白古尼亞佢有輕簡帶一隻左片，然後右片。啊，迄左片咧都按到 F 吼6280。你哋都係左片咧。啊，你啊 F6290咧，也都係右片咧。哦。所以看到80係左片，90係右片。錯。不過全部就係8係左片，9係右片。9都右片，你都輕簡單咧。啊，你啊就會擺糖咧。人係你看頭前咧好嘛，你348都會強壯咧。啊，人係本左片，然後右片。放心，你無限量，嗌量。哦，按姿勢啦，幾條片處理好，要配備一張個擺。打陣係唔考慮看檢驗。係啦，監聽一下，看要去檢。好，幾當麻煩，最無限，無限量啊。好。
班来哥，哎，班来哥，哦，好诶哦，係冇檢查哈，我來檢查看有去見冇，看你做得冇啊，看你啊，哎，好嘛，全部錯哦，有吼，確實較少嘅吼，我望聽電機我記得幸福哦，做到當好誒，好誒啊，係啊，一傾哦，人哋講有欠面咧。通頭都通牙上來，對，爽啲爽。好。來咗種茶5年咧，來赤裸家種茶的技巧高誒。修車是我一個興趣啊，對，就高中畢業就直接正式上班了。我就主要做調茶的啦吼，各位分配工作分師傅做啦吼，各位還有做兩排也對，啊種好了後，尤其也動到給補助金的部分啦吼，我就做老年學生項。我主要做有去考個排氣檢測的個證照啊，吼，做對天數檢驗茶的安尼啊。辛苦其實馬甲投入就辛苦啦，冇馬甲投入冇辛苦的啦吼，我們就是盡我們的心力去把它做好啦。阿哥，好，香港嘅遊藝就愛有乜嘅活動啊？吼，拿啲個東西來，按姿勢啦，哦，唔會啦，大哥，什麼？按多年嘅朋友嘅，謝謝哈，謝謝。好。往这个点丢，太重就我来啊。哦，唔怕。做乜嘅事情哦，真正就有訣竅。哦，冇想到要送給安樣嘅人咧，也有訣竅，也就係記得就講職人的智慧。那個原本就體驗嘢就寫以後啊，真係一模係以前喎。我就翻譯拍照嚟，本來就要拍照俾人食啦。咁唔上我食乜嘅菜喎？按姿勢，大家是講上哦，當上食堂，食堂哦，做得麻煩就做一隻有姜麻絲，但有蔥嘅皮嘅唔同做得冇。唔係全糖啊？係咯，要皮蔥嘅老姜麻絲係。我來想辦法，對，盡量哈。謝謝。安這好。控肉可以嗎？鳳梨蝦球。奶香是宮保雞丁。奶香愛是炒高麗菜。奶香是蒜泥白肉。我一頭嚇，我一頭香。哎呀，啲菜園嘅阿婆實在懂嘢錢，你講喺外頭青菜雜啊，係本來雜兩條肉，過來啊，就真係係客家嘅講意思。朋友大家好，我哋係客家電視台歡喜探索嘅節目，我係顏葉咧。今晡日我老小虎來到頭份鎮，我來煮菜盤，爭奧多拜還有爭喜茶嘅無數朋友說，我請大家共下老我哋聽書，唔到出菜，我哋出練，共下來煮一餐小嫩嘅料理。我哋嘅冰箱就變到市場下公園嘅公園地度，歡迎大家共下來冰菜，希望大家按姿勢。到嚟。啊。嗌你執菜。好，嗌幾多錢炒？好。啊。加油啊！陣間到頂嚟嚇。我觉得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食材，我觉得感觉不错。
我就拿这个东西给大家分享。阿婆，阿周琪，哎呦，哪边来啦？呀，咱喺外来前啊，讲呀，一片有道路菜好摘係嘛？哦，有，今日見咩做咧摘乜嘅？都在摘个芥菜啦，番薯，番薯，它有番薯哦。有啊。哦，哎呦，等好。那番薯挺好吃。可以嘛？加用你，等下你摘好嘛？好啊，好，你，我用手摘呀，還有乜？用呀，你講。好。我有藍莓。拿藍莓。我兩拿藍莓。唔怕拿啦。嚇，唔該太細啦。一3按獎咩？唔會啦，來講中文什麼？嗰啲一條。嚇？哦，一條係啊。哎呀！哦，哇，同獎嘅菜，阿婆一條係嘛？一條。係啦，一條。我一條。哦，一個中意去補記做皮，係哦。唔講要做番薯啊？係啊，做番薯。哦。一樣係爭啊！我講唔爭，好啊！一都有成骨皮嘅咯。我一都有成骨皮。係啊。我用開唔到番薯，開唔到咧。哦，我俾下陳表誒。哇！你看，咩起來嘅？哇！哦，一醬哦，一醬哦，一黃肉嘅嗬。哦，黃嘅，係黃嘅好食哦，好食。好嘞，拉嚟。來，看住咯。嘿，你問睇下先。哦，咁樣，你下年乜嘢菜做得雜嘅？哦，要還有其他，我帶你。好。你種咗藍莓好唔好咧？也收個種個番薯蛋咯。快啦！姜棍拿出去。你菜園的阿婆是在當月前，你講喺外頭青菜摘啊，我本來摘兩條，講過來啊，就真係係客家人唔講人聲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哋客家電視台歡喜潘總，今日落咗條分咧。將我來潘總本日的辛苦的種奧多拜、種茶的兄弟的事。家裡我卡當多，我都拿得嚟啲客工人分享。哦，我不卡當多食材，所以我拿出來本日的分享。會太足濟哦，即係我家嘅人分享嘅。我嚟做菜咧，唔過基本嘅做菜啊，嗬，我嚟睇下好好嘅介紹一下。因為多啲產業啊，睇下呢下邊係乜嘢？後家嘅媽媽。哦，唔熟悉咩？係嘛？一個頭擺一個員工嘅三傳幾夫子。平常喺做乜嘅本記得先？炕肉啦，炕肉啦，下巴就牛肉啦，下巴就煎蛋啦，豆腐啊，有嘛就按咁嘅香菜啦，韓國糖那樣嘅。咁就雕牛點排點啊？對啊，玩個我專門就會搶嘅太廚。對，拿金牌嘅太廚啦，係啊，也是不是？相傳啊，哇！即係照相叫嘅，潮水嘅，好多塊帶起上菜，對嗎？是真的是。潘縣梁惠醇，見證，你幾煮來嘅？加了雕下，咁樣煮得很好食。你聽人飲出來。我呀，加食啦。好，今日要做乜嘅菜？紅燒牛肉好嘛？安樣嘅，既然一煮啊，現在就變小菜呀。哦，還有你呢，大家變主菜哦。有安樣。好啊，這樣就本煮一出，你其他你就想辦法，好嘛？好。
种族的吼。想讲要太少条标好。唔免讲啊吼，也菜无红牌啦，迄吃菜族的强菜咋。我们拿茶几来煮的吼。唔过吼，你也一种族啊吼，唔免全部爱着煮的哦，因为伊出出迄豆干肉，哇，煮的。味道唔晓得讲要按辛苦吧。唔过牛的嘛。虽然讲也可以迄穿制服的，全部就迄我都卖店的，知无？我都卖店。哦，鸦片，也无做制服的，迄个带落的，藏给喜茶的。哦，藏海牙的。对啊，藏海牙的。哦，犀利呢哦。你要藏用台去藏一台牛的。唔过吼，可能唔得买无全部来食饭餐哦。对。我讲。我咱就分享一下，我其实我细细啊，我爸要迄开乌多摆店的，我讲我从细啊，从小有机会坐下来，他甲乡下上班，迄咩安样个？像着咩迄，虽然讲一下看到按多少，毋过行动多少，行头去做事，我不卡咩安样，上班咧轮流。轮流哈，对。今日头家，因为伊较厌乱，本来不卡咩个店的方还有用味。有用米师傅，不过呢，因为就抢唔到啊，唔到是点么就到隔壁，懂嘛？做轮流，伊爱抢伊，冇办法。哦，嗰個推表。推表，嗰個叫推表。哦，今日你先落色印打成股，好嘛？來，數數下重咗啊！正嘅吃飯了，正嘅吃飯了。呀，高麗菜吼，根本伊當雜嘅，當起啊。係哦，腳就當雜。當起啊，你當。該菜葉雜。係哦，來減多一兩下，天數一下。啱講，對，路頭講用啊，就親自己就會先啦。全部後生嘅時咧，全部口水用。得嘛？通常我費用嘅。係啊，古早樣哈，壓一片咧，就會肉給頭打，得嘛？壓片呢，壓片留開個咩肉給頭啊？後生嘅頭家撞掉。撞掉。講完多，哎呦，我呢個好慳聽咧。來，跟我識。也就係嗰度嘅地方冇慳。有啲人係冇啊，自細啦。因為1萬塊嘛。佢也係有幾多個重點嘛？有，還有三妹嘅代表，按冇記得係按布亞來嘅。安排咧，安排。中醫7小時啊？冇按好啦，沒7-11啊。像一下，迄算甘興唔就會太熱，有太細熱嘛？一下應該算下細熱，不過今年啦吼，可能政府有補助呀嘛，溫泉茶也幾多。喜茶咧，喜茶間唔太細熱。基本上很悶啦。很悶。都應該算是。我想吼，可能喺高年以前。高年前啊。係嘛？種年嚟搬茶呀，漲啊，因為高年嘅時候專門搞一出去撩之前，將來茶高年以前聽說要保養。市場度嘅啊。係啊，要保養好真。這裡好嚟高年。係啊，高年嘅時間啦，吼，就講要出去撩嘅時間，這樣唔會有啲路咁麻煩啦。馬路麻煩。其實做成正年嘅咧，係譬如講做1多年嘅時間出事啦。基本來嘅台灣人係吃到當干風，伊講係都亞馬出事。用版本按用講咧，第一咧佢當然當謙虛，我還有一個重點，比如講喜茶當年印頭嘅版型，就當到個新嘅技術，當嘅茶嘅味道。古時候行嘅伊同樣係吃到較辛苦哦，要應求進步啊，知道嘛？我都係就較無按他嘅。我都係未同樣嘅，而家變到噴曬了。噴曬嘛，該頭先。因咩捱到本感通到，捱咩忙出事哦，係咯，叫我愛學習喎。噴曬就攞天龍茶咧，天龍茶出來講吼，而家小細節有冇當然伊冇法度改變。比如講，迄體驗人嘅手續有冇點多咧？因為你當做一台做折成啊，5點半變嚟就風筒咧，人係後生嘅經理，所以人係經理依家用嘅頭部嘅上空，然後人家種菜，折成就5點人就去咯。去到嗰邊啊，記得叫咩過年前咧，嗰溫度差唔多咩話濕土邊嘅天，迄當人水人咯，濕氣當蟲啊樣，迄個種菜，個奧多拜個唔會快就，你來種菜啊樣。真係5點人去？係啊，5點人風起來哦。4點人就風，5點人就去都咁快咧。幾有預約啊樣啊？冇期。5點人可以上班啦，我就頭本那邊4期上班嘅嘢啦。就打電話過去。係啊，我講喺度約好嘅，之前喺講嘅5點人封場嗰樣。
我上去抢门呀，给迄咪洗门诶。嘛，谁来？我老多因为其实我长都懂讲，上去一个搞不卡带头那边，然后串通给他。上去要拔嘛？咁要加錢冇？服務咧，服務啦，服務。誒，也還買嘅唔單像我買器材，還買奧多拜，還買服務。啊，好的米方整條油足多，因為你啊噴砂嘅茶呢吼，一般人你發茶家做唔得吹油。哦，如果落茶要吹油，啊你啊做唔得吹，所以你耳都唔低，落耳都吹油吹下去，茶茶嘅天落地講譬如吹油都冇辦法，你假如我走出去，我要做啲新嘅技術。小，幫我夾出一本。唔知啊，唔知啊，咁多出講咯。我先知道他有多拜啊，這個我都拜多少也會炸，唔知道我表現有。有啊，有凶啊。啊？有凶啊。有槍天啊。這個禮拜幹嘛多這樣？吃完。好啦，你爬落呀。來制服咱準備好嘅。哎呦，你們怎麼嚟搞啊？對呀，既然就制服就準備好。小虎安尼人才難行。對呀。哦，我冇人，吃完。他買過一種紅啊。哎呦，香雞雞誒。呀，安全啦哈，不管係奧多拜也好，器材也好，就係保護你出外都馬路上嘅安全嘅哈。檢驗天時嘅檢驗。檢查。係啊，我什麼唔得啦，還願意做一無數嘅條路啊！我鐵架嘅片啊，做3分鐘，天數就無嘅。有幾分鐘啊？哦，有3分鐘。我知道係當8年後誒。我睇下，好。辛苦。而家日就好3年啦，嗬，係啊，慶祝就當好。後生去打拼，係啊。辛苦。哎，小虎，謝謝。謝謝。3萬個朋友，一天內，堅持夢想。